请问你敢是相关科系毕业的？无你哪会对这物件真的有研究？我本身原本是即个资本是传播学系毕业的啦，毕业的。但是我讲主要是你对生活的观察较重要。我讲这是因为你要甲物件，你若会晓剪接来讲啦，你要甲音效控制，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嘛。但是问题是。什么所在？是，你对空间的感受，或者是你对几个钟，你家己写出来的歌，所以你伫写的时候已经头壳内底是会浮现迄个画面。想讲啊，这会加音效。我希望听，所以毋是每一集我拢会加，就是因为我认为讲，我伫写歌的时阵，有诶我头壳会出现即个画面，讲即个时阵，即个人是为倒位啊，行到倒位啊，咱人是徛伫倒位，看到即个代志发生。那有诶是我可能甲你讲一个过去的故事，我讲即个无需要加，这都有一寡差别的。所以你伫写卡本时，要写种即个噔噔，啊，加一个砰砰砰砰。袂，我拢袂写，音效我拢袂写伫内底，音效拢袂写伫，因为你实际上录了后，你才真正搁去顺一遍的时候，你才知影讲到底感受哪倒要加，倒要不要加。我嘛拢无啊，我就是迄来宾你讲拍几位点，我就是免咧上哪后啦，咱其实我就是迄个现场的音效，录真侪免费的啦，免啦。先做，你无需要伤侪设备，先做先录看卖。你若感觉讲确实袂歹，你真正想要投入，想要买一寡设备，甲来买嘛无要紧。头前无人甲你计较讲你头前的收音好无好。我讲只要你家己物件出来，你家己感觉会快乐，后壁到靠就做的。所以呢，咪转来的时阵是爱唱一条歌，到要开始。卤卵的情绪。食饭配卤卵。食饭配卤卵，等下哦。我来要唱啥？啊，叫伊完全无一个空胖的，等我甲即句较差。我真无度咧，听众朋友，毋是我不爱甲你斗相共哦，迄是你爱的即个阿迪，我爱互我甲即句话插入去，所以你后礼拜就来听吼。